都可能由呢度開始紅色 keep 住紅色，然後見到紅色跌到落嚟呢個位置啦，跟住喺呢邊穿咗綠色之後咧，亦都有成功止跌，咁最後都有成功嚟咗啲波拉升啦，由呢個6萬幾升到上嚟106000啊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指標嘅其中一個用法，就係睇 money flow 去分辨而家嘅一個趨勢啦。而家買方大啲定賣方大啲啦？咁紅色點綠色點就去分辨而家嘅可能短線嘅一個趨勢啦，即係可能而家日線級別嘅一個趨勢下。咁你綠色嘅時候去做多咧，咁都大機會可以食到一啲波段嘅。咁我哋另一個可以講嘅先啊，咁講咗咧就係動能點啦，就係啲紅色點嘅綠色點啦，係啦，你見到紅色點，綠色點，我哋可以帶啲個亞磅先啊，咁係圖表。咁你見到咧，當紅色點出現嘅時候咧，就有機會出現一個回調啦，即係喺上高咧出現咗紅色點嘅時候。我開翻個圖先，你見到咧，開大啲先啊。佢係會有你見到中間係有零軸㗎嘛？呢個中間有零軸啦，咁上高就係喺零軸之上啦，即係正